本嚟咧就處理緊熱刺條片嘅，但係見到利物浦突然間搶咗域陀蒙路斯，咁就搞到我咧都要花少少時間去認真研究一下呢一個伊拉奧拿時代嘅打簽究竟合唔合理呢？22歲，上季踢緊奧沙辛拿，西甲咧出咗場34場，6個入波，2個助攻，轉會費咧大約4000萬歐元，簽約咧據聞咧就係6年。呢啲基本資料相信大家都睇過，上網亦都好易揾到啦。所以咧，我想問3個可能更加深入嘅問題。第一，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呢一單收購呢？第二，蒙路斯下季嘅定位會係點呢？最可能會係點用？第三，伊拉奧拿打簽點解偏偏係佢呢？到底啱唔啱用？值唔值得去賭咧？呢4000萬歐羅嗱，你中唔中意都好，記得 comment 分享下，同埋 subscribe 啦。之後出新片可以入嚟一齊吹下水啊嘛。又或者你好唔鋸我嘅，我之後出片嘅時候你都會入嚟鬧下我啊嘛。好啦，翻返正題，我諗唔少利物浦球迷見到呢一單轉會咧，第一眼咧都可能有啲疑惑嘅。嗱，沙拿走咗啦，伊基迪基又重傷，你打一個前場收購咧，就唔係巴高拿、迪奧文迪呢啲大名球員喎，反而係一個上季咧得入得6球嘅西甲翼鋒。但係我又咁睇，如果你淨係睇呢啲數據而唔去了解一下佢嘅踢法同伊拉奧拿嘅戰術夾唔夾咧，咁你可能咧就會了解唔到呢一單收購嘅精髓啦。而且伊拉奧拿喺呢單轉會入面咧係有積極嘅推動成分嘅，所以咧我哋應該更加要分析一下伊拉奧拿過往係點樣用人啦，而且班人喺佢麾下咧究竟有咩改變，咁你先會慢慢明白究竟呢一單收購值唔值同埋有意義所在噶嘛。嗱，22歲基本上其實咧只係喺西甲踢咗1季正選嘅啫，6個入波2個助攻，當然唔算差啦，但係亦都未去到頂級，所以我哋唔需要諗佢咧話係沙拿嘅替代品啦。咁其實啊，就算你買耶馬翻嚟，佢啱啱過到嚟英超都未必即刻做到沙拿做到嘅嘢啦。我咁樣講咧，其實係想強調咧，你哋係唔應該用揾一個人代替沙拿呢個睇法咧，去理解蒙路斯呢個收購嘅。蒙路斯最重要嘅地方咧，唔係佢嘅入球能力，而係佢嘅大波推進能力同埋佢嘅速度。佢嘅右腳球員主要踢左邊，但係要注意嘅係咧，佢嘅踢法咧唔係淨係企喺邊線咧等波㗎，佢係可以喺左邊接到波之後推返嚟中間啦。而且佢有能力咧去推過第一層防線，另一次咧體內好普通嘅反擊咧，逼到對方嘅中堅咧要後退，然後咧幫其他進攻嘅隊友咧爭取到更加多空位。咁呢類球員咧，往往咧唔係最搶鏡，但係對於一個想踢得快啊、踢得直接啊、想喺前場不斷衝擊對方嘅教練嚟講咧，咁咧呢個球員咧就非常之有用啦。而呢個咧正正就係今次收購嘅重點，因為伊拉奧拿嘅波之前幾段片都講過啦。佢唔係慢慢傳等到你瞓着嘅，佢想要嘅係咧就係你搶到波之後快啲向前，失咗波之後咧快啲搶翻波翻嚟。前場球員唔可以企定定嘅，而係要逼對面咧嘅後衞咧非常之唔舒服，製造到混亂嘅場面。所以伊拉奧拿要嘅翼鋒係可以跑得、可以壓得、可以推得波，喺對手未企穩之前咧，第一時間咧就向前殺。咁蒙路斯呢種帶波嘅能力咧，放喺伊拉奧拿呢種高壓反擊系統入面咧，個價值啊，可能就係遠大於將佢放喺一隊慢慢控傳嘅球隊入面啦。咁講白啲啊，蒙路斯買佢翻嚟咧，其實係令伊拉奧拿呢套足球戰術入面咧有一個跑得起啦、願意跑啦，同時又可以咧喺前場踢幾個位嘅球員嘅。因為其實蒙路斯咧係左中右都踢得嘅，算係一個前場多面手。利物浦今個夏天咧絕對唔係蒙路斯啊、迪奧文迪咧呢2個人入面揀一個。咁我哋可以將佢理解為咧，就係利物浦嘅前場重建工程咧，係可以分成2個階段。迪奧文迪又或者巴高拿呢類球員買翻嚟咧，好明顯咧就係想提高利物浦前場攻擊力嘅天花板。但係你喺補個天花板之前咧，應該都要保住個下限先嘅。咁我覺得蒙路斯呢個收購咧就比較似係咁啦。佢有速度啦，會跑動啦，前場咧可以不斷換位啦，去逼對方嘅防線啦，同埋最重要嘅就係提供輪換嘅深度啊。所以咧，佢係伊拉奧拿點都想先拎到手嘅前場嘅工具嚟嘅。因為如果你只係等迪奧文迪或者巴高拿呢啲大雕咧，萬一真係最後1個都買唔到嘅，咁利物浦成個夏天咧就好被動啦。但係蒙路斯咧就係你咧肯出手咧，就即時可以買到嘅，而且教練自己又想要喎。又有少少即戰力喎，佢嘅下限絕對唔低。人哋假假地啊，今年世界盃啊都入到西班牙國家隊26人名單啦，唔通你真係當迪拉富安迪傻嘅咩？而且你睇翻個價錢4000萬歐元，即係大概3500萬英鎊啦，
買到一個22歲有西甲經驗又係西班牙大國腳級別嘅前場球員嚟講，其實真係唔算貴㗎啦。幾年前你哋利物浦 Covid 期間買入 Brewster 去錫菲聯，嗰時你哋都要收翻人哋2000幾萬磅啦，如果冇記錯。而蒙路斯依家個 profile 點都好一大截啩，佢嘅踢法夠清晰，實際技能亦都好明顯，速度、盤扭、推進、前場多個位置呢幾點樣樣都有，再加上佢22歲仲有成長空間，呢點其實同伊拉奧拿之前咧喺班尼茅夫點樣用人咧係好夾嘅喎。伊拉奧拿過去最勁嘅地方就係見到一啲有天分而且有一兩樣能力非常之突出嘅球員，但係可能佢未好完整啦，咁咧就將佢哋放入一套要求清晰、高強度嘅體系入面，從而咧逼佢哋咧就係慢慢去成長同埋升級嘅。咁最好例子咪斯曼尤咯、卻基斯咯、賴恩咯、亞歷斯史葛咯。所以樂觀啲咁去睇，話唔定今次收購咧又係有點石成金嘅作用嘅喎。嗱，當然我唔係話蒙路斯咧一定會變成球星啦，但係呢4000萬咧買嘅其實唔係佢上季嘅數據咯，而係買佢未來幾年有嘅上升潛力，而且又可以滿足到伊拉奧拿戰術嘅要求啊嘛。咁所以我哋應該放長雙眼睇下蒙路斯喺伊拉奧拿手上會唔會可以變成一個更加值錢嘅球員啦。就算真係最壞打算佢係升唔到級嘅，只要佢唔好大傷或者真係踢到完全唔啱英超咁嘅垃圾表現出嚟，咁將來要放佢都唔會完全冇價值啦。咁最後真係俾你用到一兩季，做到一個有能力輪換嘅球員，咁嗰度可能都值翻1-2千萬啦。咁呢4000萬其實已經非常之抵，所以我唔會話冇嘢輸。但係呢單係一個輸得起，而且體內個球員嘅上限又唔係太低嘅轉會咯。仲有一樣嘢就係呢一單收購唔單單只就係為將來着想嘅。伊基迪基阿基里事件斷咗啊嘛，呢個唔係普通嘅肌肉傷嚟㗎。就算佢順利復出之後啊，頭一段都未必即刻可以上翻去以前嗰種跑得咁快、跑身後咁有衝刺力嘅狀態啦。咁蒙路斯咪正正可以俾到一個解決方案你哋咯。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咧，蒙路斯下季嘅定位咧，我認為最合理咧，其實係一個你想喺前場輪換嘅時候，佢即時俾到一個答案你嘅人，因為佢左中右都可以踢，而且你唔使下下都出死尼古莫夏，仲要我哋都唔知道加普同埋基艾沙會唔會走人，所以你穩陣嚟講，你個前場都要補個人㗎。咁當然，當你所有嘢都定晒啦，收購咧都可能多嘅時候咧，咁蒙路斯咧唔一定係正選。但係當你個球隊需要有啲速度嘅時候，又或者伊拉奧拿認為應該打得更加直接啦，可以將場波嘅進攻節奏咧推返高啲，想揾個人衝下對面防線咧，咁你都可以換蒙路斯出嚟啊嘛。仲有大吉利是咁講，萬一你哋真係迪奧文迪買唔到嘅，咁蒙路斯呢個轉會咪更加重要咯。所以我估佢最健康嘅上位方法咧，其實應該係睇下你哋之後利物浦買到幾多個人啦。如果多嘅，咁佢頭幾個月咪做下輪換先咯。咁如果喺某啲比賽入面，我哋知道對方嘅打法，後防嘅空間會較大嘅，而且場波係要打節奏快、直接嘅，咁咪不妨放蒙魯斯出嚟做正選咯。至於其餘時間咯，咁咪俾佢後備上陣幫你衝下咯。等佢真係適應到英超啦，再慢慢爭主力位置，可能呢個先正正係一個22歲第一次去大球會踢波球員最合理嘅發展。千祈唔好場場都要出佢，然後將成個進攻嘅責任掉喺佢身上。你咁樣諗嘅話咧，只會累死佢嘅啫。所以咧，域陀蒙路斯絕對唔係新嘅沙拿，亦都唔係佢嘅替代品。佢比較似係幫利物浦前面即時整多咗個能力唔差、有潛力嘅進攻多面手。同埋咧，佢亦都令我哋咧睇到伊拉奧拿咧究竟想要一隊點樣嘅利物浦啦，就係踢得更快、更直接。球員更加肯跑動嘅，更加肯去逼搶嘅踢法，所以咧，我會同我某啲利物浦球迷嘅朋友咧唱個反調啦。呢單轉會咧唔係唔夠班，唔係亂咁嚟，相反我覺得幾合理啊，而且博得過喎，一定好過就咁掉1億去簽確比啦。嗱，你哋又點睇先？不妨 comment 講下。嗱，如果你中意呢一類足球分析嘅，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分享出去啦。我之後咧會繼續做呢一類分析啦，講下足球故事、足球冷知識、足球與科學嘅。咁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